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天气多变化，有时凉凉，阁有时热。较早老一辈认为讲，都要等到5日节过了后，天气才会慢慢啊热人，叶啊甲棉少皮才会当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叶，可油叶读第5条。照古早大字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叶的意思，就是用皮做的衫，卖当讲是有内里的厚外套，咱讲是叶啊。若是铺棉的，咱讲是棉叶，或者是铺棉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夹叶，意思就是讲有内里的厚外套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未食5日节粽，破叶唔甘放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也未5日节进前，天气也未完全变热，就算是破叶，嘛爱暂时留咧用，都要等到5日节过了后，才会当甲大领叶啊收起来。咱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讲未食5日节粽，破叶唔甘放，意思就是讲5日节进前，天气也是有可能会反寒，因为天气多变化，夹叶甲厚棉少皮也是未当收早收起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叶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